1908 Messina 大地震。1908年12月28日凌晨5时25分，意大利南端的 Sicily 岛和 Calabria 半岛发生 7.5 级的大地震，震央是在 Sicily 岛和 Calabria 半岛之间的 Messina 海峡。地震随后引发了12公尺高的 tsunami。Sicily 岛的 Messina 和 Calabria 半岛的 Reggio Calabria 两座城市几乎被完全摧毁。地震造成死亡的人数 ，Messina 估计至少有75000人死亡 ，Reggio Calabria 及 Calabria 其他地区估计至少有25000人死亡。这是 Europe 有史以来地震造成最大的灾难。隔年，1909年5月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台南府城教会报第290卷有一篇意大利地震报道了这个 Messina 大地震。这篇报道很有意思。以下用台湾国语把这篇报道大概说一下。西历去年12月28号，在意大利南边发生了大地震。按照历史的记载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严重的地震。那里死亡的有15万人，受伤的不计其数，财产损失也无法估算。说到世界上具有巨大能量的东西，像是电力，人类经过研究已经能够拿来使用，例如用来打电报、打电话、电灯照明、电车行驶等等这些用途上，但是仍然有别的东西是人类还无法支配拿来用的。这些全能仍然掌握在上帝的手里。有的时候，上帝让他们忽然发作，伤害人类，毁坏万物。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人类并不明白。上帝怎么掌管宇宙的，人类不知道。像是说，有时候不分好人坏人，却一起遭到毁灭，人类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。不过，我们可以相信是福还是祸，上帝最后是为了宇宙人类的利益。虽然我们现在想不通，但是如果站在上帝的面前，看他做的每件事情，那时就会明白那些事情果然是有他的道理在，不是随随便便乱做的。举个例来说，像是缝衣服，给衣服绣花绣鸟，或是给袖口、领口、裤脚缝滚边。你看它反面的线缝的是又乱又杂的，不过翻到正面来看，却是又整齐又漂亮。而上帝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，正像是在绣花绣鸟，给袖口、领口、裤脚缝滚边。我们今天如果只看反面，乱七八糟的，就像这次地震天灾一样，真正让人想不明白。但是要知道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反面而已。等到上了天堂，看到了正面，那时我们就会知道，上帝料理万物果真是有他的奥妙，都是有他的用意在，不是随随便便乱做的。然而我们要知道的是，这些灾难原来是要给我们教导的。人类因为有病痛、有不幸、有灾难，这是为了教导我们要互相体贴、互相帮助，要拼命去救人。这次地震发生了以后，人类果然就表现出这种同情心，大家不分贵贱、不分贫富，都出手来相救。意大利国王和王后马上亲自赶到灾区援助。那时刚好停泊在那里的 British 和 Russia 战舰上的水手也都跑去救援。随后世界各国更纷纷发挥爱心，立刻展开国际救援行动。像是 Japan 捐助了万金， British、France、America 也捐助很多赈灾的物资和医疗资源。我们可以这么想，这次赈灾虽然是很可怜的事，但是同时也让世界各国人民发挥善良的天性，都知道应该帮助同类。然而这件事给我们更重要的教导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没有一件是永久不变的，都是不一定的，都是靠不住的，也都是算不到的。就像是去年12月27日，那些意大利人都照平常一样的过生活、做生意，持家的持家，治国的治国，完全想不到隔天15万人就惨遭全灭。就像俗语说的，今暝食饭，不知明仔载代。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认真过好每一天。